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案情大逆转。台南关庙四维街一间家厝啊，顶个月23号的半暝火烧厝，只有厝主54岁太太甲59岁姐姐走出着火场，也毋过嘛去互大火砸着伤，其他公孙啊3地4个人，包括61岁的厝主、34岁后生，甲厝主12岁甲10岁孙啊，拢消失伫个火窟。当初想讲是电线烧拍电，也毋过即马发现真有可能是有人放火。讲厝主的大姨啊，甲一个姓张的男子有感情的纠纷，警方调这个监视器，发现这个男子火烧进前，骑铁马伫个周遭咧徘徊，无偌久就火烧厝咯。啊，烧死人的过当天，这个男子就伫这间公寮内自杀，是毋是畏罪自杀？还阁进一步来调查。现场拢是乌烟，台南关庙四维街这间家厝啊，6月23半暝熊熊火烧厝，一家伙6人伫内面伫困，火拖了真紧。虽然相队员有抢救，也毋过共款造成4人死亡。无解本来当作讲是电器所造成的，也毋过经过检验甲消防人员的追查，有人放火可能性真大。哦，前个月啊，迄阵来擦个月啊，伊有来现场遐个啦，来遐看用尸体出来的啦。是啊，唔知伊放的啦。厝边讲有一个姓张的查甫人，时常来遮闹代志，敢若甲厝主的某大姨有感情的纠纷。警方调路口监视器发现，讲这个姓张的查甫人当时骑脚踏车出现伫四维街人家厝附近，无偌久厝就着火啊。常跑到这个东姓伤者的这个姐姐家去常去大吵大闹。这个姓张的查甫人伫火烧厝过当天被发现伫公寮内面自杀。这个人比较可疑的地方是因为他的右手掌有烧烫伤的痕迹，所以让我们想到跟这起火警做一个连结的一个怀疑。4条无辜宝贵的性命葬身火海，这姓张的查甫人涉嫌重大，敢是因为安尼自杀的？警方需要进一步的调查。